靓仔，怎么又来啦？我来买东西啊。老板娘，你的钵怎么卖啊？什么钵？这个钵啊，打钵的钵，你都不知道吗？靓仔，这个叫球啊，不叫钵，踢的球。现在世界杯踢的这足球，知道了吧？让我们广东人一直叫钵啊！哎呀，你总是用方言跟我讲，谁听得懂嘛？哎，我们在广东都是讲出来打钵，出来打钵。那好，打钵，你要买吗？那肯定要买啊！啊，老板娘，你的钵多少钱哦？这个40一个，那么贵的咩？这个最便宜的一个啦。都是老顾客啦。老顾客才给你便宜，我原价卖58的。是哦，是哦。每次都跟我讲价，那么小气。刚好，走啊！拿袋子啊！球要什么袋子？这拿出去就直接玩了呗。那不拿个袋子来装，别人怎么知道我买球啦？我买钵啦！哎，买个球还有显摆，还新买的，给，装去。这么小张你的头哎，这么小张你的头哎，装得下，你看这不刚刚好吗？这样显示不大方啊！还要怎么大方？人都那么小气。来个大的嘛！这个够了吧？你一个辈子都吃不上4个菜，小气了。我天天吃9菜1汤，撑死你哦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抖音、